好，而家介紹埋上半部分，包括呢個入密碼同埋入電話 number 嘅方法。咁就入 program mode 就撳升8，輸入密碼就係個主碼就1234。入咗密碼之後咧，如果啱嘅話咧就功能啦。而家係更改開門密碼2號 function 2。咁佢問你入個新密碼啦。咁如果之前有嘅就 override 咗嘅會。而家太快嘅 time out 咗，咁啊再嚟過。1、2、3、4，係，因為我哋掛住講啦，冇入到，咁佢 time out 咗。新密碼3690，再入多次3690，咁啊確認咗噶啦。咁啊升就出翻去正常 standby mode，咁而家撳369 ，sorry 唔記得咗撳呢個，撳錯咗撳 cancel 咯。咁而家撳 R 入密碼啊嘛，撳 R 3690，開門啱嘅。唔啱説話咧，佢就擋住一下 ，sorry 啊，又要撳 R，跟住258，唔啱嘅發慢財。